高雄市武德殿特别有100年的历史啊，嘛是全台湾头一座用本地功能再利用的古迹。不过，因两边的阿摩土建筑环境是乱糟糟。高雄市政府争取12年，行政院伫最近总算核准啊，市政府摕到两边土地使用权，未来嘛要规划做武德殿文化园区。学剑道的学员每天拢来到武德殿练习。这栋日本时代起的武德殿，也保留原地的剑道练习场。2004年修复扩大，将近100年的历史，是市立古迹，保存了真水。不过，若是行到外口看，武德殿一边有安文图建筑。1楼是资源回收场，另外一边是篮球场。这原地拢是关务署的土地，即马无上拨予市府使用。甲水源当然是赞同啦，不过我感觉浪费这伤过浪费啊，因为这个动操场做了真用。当地里长建议要增加实用的设施，嘛希望接变水带动观光。市府向中央争取这侪年，总算摕到这两边土地使用权，是希望武德殿看起来会当较开阔。较开阔的，互人家大家看到。然后边仔的话，能够让它景观够做一环境整理，互大家看到个武德殿以武德殿为主体的一种整个的文化园区的景观是较好的呈现。目前文化局已经有初步计划，未来会以武德殿为主体，增加文化服务的设施，成做一个文化园区，开放民众体验。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